非常欢喜的来为各位介绍下面这一段话。这个内容呢是佛陀亲口讲的，他说：杀嗔，嗔就是怨恨心呐、怨恨。杀嗔则安稳，把这个嗔恨心如果灭掉，杀就是把它灭掉。灭掉之后呢，我们就安稳了非常安稳。我们心里不会慌乱，也不会着急，也不会起烦恼，很平安无事的，快快乐乐的，很吉祥如意的过日子。所以嗔恨心就是好像一个毒一样，像毒蛇一样，非常恐怖。所以一定把嗔恨心让它不存在。所以杀嗔则会安稳安云，杀嗔则无忧。如果没有嗔恨心的人，就不会忧愁了。因为我们不会担心受怕别人来找我麻烦，我们不要跟别人有任何树敌的，好像变成一个敌人处处呢都跟你作对，我们就不会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就不会忧愁。就杀嗔则无忧，嗔为毒之根。这个嗔就是报复心、嗔恨心，这是毒的根呢。为什么人呢？佛讲说，你看这个贪嗔痴，这是三毒啊，这是三毒。这对我们来修行来讲，就是很大的障碍，这是一个最大的根本。那个佛陀比喻给我们听，一个人如果嗔恨心很强的人，就他的内心不平静，他就带了一条毒蛇，他就一起起床一起睡觉。那么你看那个嗔恨心很强的人，跟这一条毒蛇呢，每天就是作伴生活在一起，那么随时都会爆发伤害自己也伤害到别人。所以嗔是毒之根，这是一个对外面来讲会毒害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因素就在这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嗔恨心是一个病毒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它消除掉。嗔灭就一切善了。如果嗔恨心消除了，我们善良的一切的这个果报，好的因缘，好的这种未来全部都呈现出来。嗔心会堕恶道如果有嗔恨心很强的人，一定未来的道路在这个恶道。什么叫恶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这个恶道很可怜，很黑暗，很悲惨的，都是什么？为什么会堕落在这种恶道？是因为嗔恨心所引起的。所以我们修行人最重要的就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个嗔恨心留在心底里面，我们要把它看开放下，跟大家和好相处。无嗔是最重要。如果没有嗔恨心，修行一定进步，日后一定成就的。这个嗔恨心是佛特别交代，再三的叮咛我们不管对方如何，我们的心保持慈悲心的对待，那么将来自己别人都会非常的光明。谢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